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. Yeah， 到底该怎么做？时间多的都快要放不下，我一直在提问，让身边的人一直都抽查。还有什么做的说不完，都不是一天，怎么总是在转弯？我很累，让我歇一歇。该怎么办？我快受不了这样的状态。我快吐了，谁受得住吗？这样的现在，想坐上快车，放空思绪，看向远方。就让我重来一次，又以为要写一首情绪的歌。你猜的不错，不用解读，富有情诗和坎坷。现在的天地间，速度历史在实现，察觉到那微妙在靠拢，身临其境，让当下生命勇敢伸出泥泞。人类共同体是什么玩意？这是他提出的第一个疑问，他迫切他的思想被解读，被拿去做手术，不再是被重述。虽然一切都是谜题，在调查中度。人间的秘密，我也总是不断在找答案，体会和思想用力写下，为了让你查看。思想碰撞的花火，未结成的瓜果，一切合理正被分刮着。用力讲的道理没人听，艺术在手上也难前进，只有宇宙和自己交流，耀眼温柔。像是清流 ，Take my soul as him， 想把一切都没收，所以经验成为了他的情人，用废的精力拜托，再用点精力为你自己解脱你的忧虑，走出忧郁，让自由围绕身体过气，为谁拾起生活的共同理？为什么一定要争取？竞争这块变成每一位庞大的比赛，我不会把思想交流，他人保管，不会听信别人的经历，探寻奥秘，扫除障碍物。曾经也被自己困住，恶斗至于恶走，到头来只有一走，就是我自己，成了战胜我自己的理由，我无路可走，但必须要留为你开辟更多荒路。不了解的是因为你从不知道去感恩，你没有时间花，只为追求更多掌声。问题上那只是可以再多拖延一点，到底是谁在限制着你的另一边？不够勇敢，所以学不会去爱；不够可爱，所以察觉不到要感谢。害怕孤独有胆怯，想相处被当作出入。我真的清楚你是真的辛苦，不要让你被关在情绪里折磨。那我把解药给你，别震惊住，不必为难，是我一厢情愿。